月亮夺得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原生态舞蹈新作品赛金钱奖。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备受媒体关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三都新闻。8月10号晚，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如期在贵阳举行。我县选送的原生态舞蹈堕月亮代表黔南州参加决赛，并以99.15分夺得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原生态舞蹈新作品赛金钱奖。原生态舞蹈堕月亮，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没有震撼的音乐效果。20个小姑娘们头戴漂亮的银帽，身穿绿色的苗族服装，凭借4个芦笙手的伴奏，踏着整齐划一的脚步，舞动身上的银饰，发出悦耳的银饰摇摆声。粗犷豪迈的舞姿，节奏明快的芦笙曲，带给观众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多次夺得在场观众热烈掌声。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原生态舞蹈新作品赛决赛共有10个参赛队，由我县选送代表黔南州参赛的原生态舞蹈，在半决赛中斩获第1的堕月亮，在决赛中第9个登场。它讲述的是一个信仰月亮的苗族部落，为了表达对月亮崇拜之情，他们模仿月亮的形状，围着圆圈跳起了芦笙舞。在皎洁的月光下面，苗家儿女载歌载舞，希望能够通过跺步、轰脚步的声音，向月亮传达他们的情感，同时也是苗族同胞们对丰收的祝福，对人生的祝愿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境界，以及向善向美的追求。排名情况是：1号参赛作品堕月亮，99.15分；2号是蒙大女子芦笙舞。在决赛，主持人宣布我县原生态堕月亮夺得金钱奖后，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秦有寿和参赛的演职人员都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单位和亲人告知这一喜讯，同时县委宣传部也群发喜讯告知全县人民。我们堕月亮的节目呢获得第1名了，获得第1哦，那个是最高获得第1哦。拿了1等奖，为他们高兴，为他们欢呼。这个舞蹈拿大奖，我觉得应该的，很精彩。Well deserved. They were excellent. They were my choice. 今天我们堕月亮获得了金奖，我非常的高兴。我觉得我们堕月亮，一定会走上世界舞台的。这是我们堕月亮的参加了中天城头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获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非常的激动。所以呢，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上级的大力支持和各位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8月10号晚，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中，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编导老师杨在清巧妙地运用芦笙作为道具，在我爱多彩贵州展示环节中上演了一段精彩的独舞。根据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要求，每个参赛队必须选派1名队员进行我爱多彩贵州为主题的展示表演，满分为0.5分。评委视其表演情况打出相应分值，直接加入团体表演分得出总分。而我县选堕月亮演出人员都是打鱼乡盖赖村的农民和学生，他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舞蹈培训。对于他们来说，在决赛中的我爱多彩贵州才艺表演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杨在清老师主动挑起了这一重担。请选择12号。12号题，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新路口菜市的卖菜人。哎，我觉得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的，而且是充满着很俏皮的音乐啊！来，到舞台中间，做好准备。开始。新路口菜市的卖菜人，对于专业的舞蹈演员来说，表演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对于一名男老师来说，表演这个题目的内容难度可想而知。这时，杨在清老师根据提示音乐，巧妙运用手中的芦笙作为演出道具，上演了一段精彩独舞。好，时间到，展示完毕。哎呀，真没想到啊！来，请亮灯。好，7盏灯亮出了5盏，恭喜您。在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中，我县选送的原生态舞蹈《堕月亮》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在8月6号晚的中天城头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半决赛中，小姑娘们用苗族最原汁原味、最灿烂的、最优秀的文化，打动观众，打动评委，夺得第1名，进入决赛，成为各家媒体争先报道的焦点。8月10号，我县堕月亮演职人员一走进贵州电视台1楼大厅，在休息点、交通楼道、彩排现场，各家媒体纷纷涌来，使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停地进行摄影、拍照、录音、记录，紧紧地围着堕月亮演职人员进行采访。这次关注我们的有人民日报、贵州电视台、中新社、金协在线等近20多家的媒体对我们关注。他们都就这个舞蹈取材于哪里？为什么把它叫做堕月亮？这帮孩子为什么跳得那么整齐？还有平时是怎么练过来的？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一的回答。当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揭晓时，各家媒体也在第一时间纷纷发表了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夺冠的相关报道。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在中天城头杯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上，以其灿烂的笑容和整齐的步伐问鼎金钱奖后，受到专家和观众们的好评。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尤其是在这个传承上，觉得像这么小的孩子跳得那么好，我觉得能把我们的舞蹈在原生态的情况下，能把它发挥的那么样的淋漓尽致。我觉得对于我是讲专业舞蹈的孩子们的成长，我觉得他不仅是在舞蹈上，而且他在他们心理的健康上，我觉得都特别的完美。所以这次我们分打都特别好。很不错，很原生，而且这小姑娘也跳得挺好的。她们一上台的那个劲儿，就把我们给鼓舞了。所以我在台上我就跟她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跳，一定要拿1等奖。”结果还是我言重了，已经拿了1等奖，为他们高兴，为他们欢呼。我觉得这个舞蹈很有创意，而且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状态和队形的变化，而且这生态的感觉特别浓厚，挺好的。的确是当之无愧，获得金钱奖吧。祝贺你！我们看了很多贵州的民族民间舞蹈、原生态舞蹈，我觉得这个舞蹈呢，小孩表演的非常投入，的确展现了他们当地那种原始的淳朴的那种文化，非常棒。我们都感受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亲情的投入他们那种状态，他们那种情绪都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感觉这个贵州的原生态舞蹈后继有人。8月11号，打鱼乡一日当空，晴空万里。
堕月亮全体演职人员载着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金钱奖荣誉，从贵阳乘坐班车回到打鱼民族学校，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运送堕月亮演职人员回家的班车抵达打鱼街上。演职人员一下车，早在街头等候迎接的师生和村民们点燃了庆祝丰收的烟花和爆竹，用打鱼人民特有的方式迎接堕月亮回家。鞭炮一直从打鱼大桥头放到打鱼民族学校校园内，行程1公里，一派喜庆的场面。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问鼎金钱奖的消息传来，打鱼乡群众以及打鱼民族学校师生为之振奋。听到小演员们回家了，大家在街道醒目位置、学校大门悬挂标语，燃放烟花爆竹，迎接堕月亮舞蹈队的归来。中天城投2012多彩贵州舞蹈大赛新作品赛决赛于8月10号晚在贵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打响，共有10个代表队参加决赛。我县原生态舞蹈堕月亮是第9个登场，并以98.80分的好成绩夺得原生态舞蹈组别金钱奖。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堕月亮在决赛场上的实况录像。下面即将上场的是由黔南州代表队选送的苗族群舞堕月亮。生活在黔南的苗族同胞崇拜月亮，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跳起这支舞蹈，来表达对月亮的感谢，感谢月亮给人间带来光明。下面有请9号参赛作品《堕月亮》。
请选择12号。12号题，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新路口菜市的卖菜人。哎，我觉得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的。来，到舞台中间做好准备，开始。好，时间到，展示完毕。哎呀，真没想到啊！来，我们苗族著名的这个乐器芦笙，在你手里面还派上了卖菜的用场啊！来看看评委老师对你的展示有什么样的感觉？请亮灯。好，7盏灯亮出了5盏，恭喜您！来关注一下你们作品的最后得分情况。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9.2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00分。你们作品的得分是98.80分，加上你的展示环节得分0.35分。9号作品的最后得分是99.15分，恭喜！好，今晚又一个高分出来了。那他们的排名情况是：1号参赛作品《过月亮》99.15分，2号是蒙坝女子芦笙舞98.77分，3号是台江盛装采补舞98.50分，4号是阿伯90.37分，7号是秦河芦笙舞94点，百倍武藏舞得分是94.87分。他们取得的成绩